老天活动，哇！水不比公猫怎么样？参加到店活动哦。今天阳光没有细光，绕进哦，对对对对。哦，经国高中北边，经国高中北边啊，经国高中的北边啊，跟到那经国高中，经国高中的北边。洪水会去公安局参加阳光庙红地公绕境活动。阳光庙红地公绕境活动。哦，已经来到兴国高中北边了，来到兴国高中北边了啊。那个叫大旗华堤，洪水会去公安局庙。这镇人家镇。大人我帶點解咩機落好咩啊？我哋唔知喎。哦，里面改天的，我想这是里面有一个行政时期的军队驻守的查母营柳营，查某营不是女人营啊，上梁铁母的，以任务为主的查母营，柳营有戴天令有绕境活动呢。戴天令都有龙川祭典呢。哦，在兴国高中了，已经到达兴国高中的北边了。兴国高中的北边。哦，行。你個戴天令，你個戴天令。哦，你個戴天令。你唔就咁樣嚟。你個戴天令就天水市皇宮，參加新苗皇宮廟同濟宮，邀請當第二個哦，後邊鹽水後濟宮。盐水会地公妈祖庙啊，去参加绕境活动。早上从民族路北上，然后再往这个兴国高中，兴国高中东边就兴国高中前方大楼，兴国高中。哦，有人戴天令，你看，这一辆1000千克。哦，这是丹麻炒水，大梅炒水。拿扫把来就落地上了，搬那个凉潮水的，拿梅超水。哎，看那个哦，地势清音就是那个。那个要转过来啊，出表表呀。打梅超水，打梅超水，哦梅。还有保特瓶的水，还有那个铝箔罐的饮料，还有。哦好。哦，在兴国高中的东边，已经绕境到那个兴国高中的东边了。哦，前面拿扫把就落地上，后面是摊的麻炒水、打梅炒水。
柳营大天衣哦，永丰哦，还有意式清音，意式清音，意式清音就不要过。哦，这上面团哦，天柱文星，天子门生啊，天柱文星，天柱文星。哦，柳营大天衣，柳营大天衣。哦，你看，好像我也做的。拍够了就可以了，大哥。哦，你看它种菜种的这么好，你看种菜种水果，哦，木瓜，哦，你看种菜，还有火龙果，哦，厉害，种菜可以种的这么好。新国高中大礼堂啊，你看那个是新国高中的礼堂啊，那新国高中的大楼。哦，到新国高到这个。又绕过到，哎，往什么街了？右转了呢，右转要往乐人街了嘞，乐人街，然后就乐利街。哦，哦，哦，人干嘛要种伊遮？种到遮好势，安尼啦，人也种到，人家就干嘛要？哦，你啊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好看。哦。那里边没放那个一些。哈哈。已经来到乐人街，左转就是乐人街。这种花还可以种的这么漂亮，前方就是那个坚果高中，这是葵花。哦，你看，要到乐利街了。快要到乐利街了。今年太出行了，这种花是今年太出行。
中原中啊，也是真实的，有人啊，有人街、农民街，他们在这个方今年在这边，在这个方电脑看电看。刚刚的民族路也上，然后到那个热力街站，要经过新国高中，西边南北向，然后再转那个往西的再往北的热人街了，然后再往西热力街，转热力街了。热电绕境活动情况更高，地方还更加多了。国旗没有国旗。野蛮兵。饭未啊？你开心咯？他们就比较他哋香港嘅當車商，裏面有6厘米，香港嘅當車商，要見活動，來到6厘街的，來到6厘街，圍着人街個。太热了，换衣服了。好了，太热了，换衣服了。有人在天天的嘛。医院在天天医院在天天震动，有人在前面的震动好。有人在前面，参加绕境活动啊。医院在前面你好車都開緊一啲，都唔有時間啦。我做好啲獎
暂停啊，暂停啊。